国际新闻来关心热带气旋米冲，即马是造成印度的南部透强风落大雨，按算今仔日早起会登陆，也毋过伫还未登陆，当地已经有造成5个人死亡。也若伫印度南部的大城市，即马已经有真侪社区拢互水淹去啊。目前印度南部沿海嘛已经有7000人撤离。 车浸水未叮当，稻树连根挽起，热带气旋米昌扫过印度南部较低地区的坦米尔纳都邦、安德拉邦居民被命令撤离。气象官员已经向部分地区的学校发出红色警报，至少4个地区学校甲银行测试测5、2天关起来。南部大城青奈真侪社区被大水淹去，青格尔帕图一块壁倒去，有人死亡。Heavy water stacked on the road. We are not able to go and purchase something like that, and it's a problem. We are facing a very long problem here. 印度上坡型的机场之一，青奈机场测试因为跑道淹水关起来，米仓风速上悬，每点钟110公里。过去24点钟，带来强风暴雨，河东局发布大雨大风警报。Many places recorded heavy to very heavy, and 1 or 2 places extremely heavy rainfall also occurred. 青奈加州边地区是国际主要电子大厂制作中心，即使红海测试暂停苹果 iPhone 手机的生产。路透社报道，南部沿海地区已经将近7000人撤离，预计气旋路线甲严重程度可能佫会撤离2.1万人。公司新闻，恩文玲报道。